subscribe 咗嘅多謝 subscribe， 未 subscribe 嘅唔該 subscribe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我嘅 channel， 唔該，多謝晒。早晨啊，今朝做嘅早餐。呢個紅豆牛油包超正，呢個麵包模擬披薩都應該好正。佢最好飲嘅拿鐵，今日得唔知幾多度，4度、6度，都係飲凍嘢，係咪好黐線呢？好啦，開餐。嚼完個早餐，搭 JR 到京都站，再轉奈良線到渡河站，就係去參觀伏見渡河啦。各位好啊，呢度就係伏見渡河大社，已經開始人山人海，係人山人海，仲有好多學生。點解啲學生而家咁得閒嘅呢？哦，應該係佢哋咧，而家有一個叫做畢業旅行。好，帶大家入去睇下先。其實日本大大細細嘅神社，唔單止係一座又一座嘅宗教建築，更加係遊客或者日本人自己旅遊嘅景點。當然 keep 得乾淨企理係先決條件啦。單單建築神社係唔夠嘅，睇睇呢幅地圖，有幾多嘢可以參觀啊！今次嚟主要係睇鳥居同埋紅葉㗎。各位，呢度咧就係好多個鳥居嘅地方啦。渡河大神，好，越過鳥居，越過鳥居，越過鳥居，鳥居有高有矮，睇下呢度，好似入咗條時光隧道咁啊！要 keep 住係旅遊景點嘅地位，鳥居都會經常性保養同埋維修嘅。一陣你都可能見到維修緊嘅痕跡噃。其實鳥居上面寫咗每個建立嘅日期。原來今日成條隧道咁嘅鳥居唔係一朝一夕建立出嚟㗎，係由好多善長人翁啊、公司啊、集團啊捐獻建立，逐漸增加而成嘅。呢個好新啊，有埋英文字嘅。咁因為佢係令和6年10月起嘅，所以呢個係個我相信都好新，或者係會唔會最新嗰個咧？呢度有兩個都係令和嘅，難怪越起越密啦，因為佢都唔係順序起嘅。咁我哋就一直向上行啦，而家好似行山嘅感覺。我係極度懷疑咧，我哋係咪調轉咗行？因為呢啲文字全部喺呢邊嘅。行完鳥居睇紅葉，今次唔係第一次睇㗎喇，但係第一次見到咁多紅葉，而家靜靜地俾大家欣賞下啦。啲紅葉幾咁好，呢度就係個休息所嗰度咧，佢就有好多好多嘅紅葉，好容易睇，仲好近嘅。各位，沿住呢個奈良線，而家咧就嚟到呢個宇治站，咁我哋咧就去呢個平等院啦。嚟到宇治，
本來都想去一去好出名嘅中村藤吉本店品嘗一下佢嘅抹茶嘅，不過一嚟想茶嘅人太多，二嚟行程緊密，我冇品嘗就去下一個景點啦。世界遺產平等院正門，但係先睇下宇治村先。呢條呢就係宇治村啦。行一行宇治橋，由宇治橋嗰度望落去宇治村，睇下係點嘅樣啦。其實個水流都幾洶湧下喎，望過去呢，就一個好廣闊嘅河流。其實呢條村河都幾大條，咁啊眺望遠嘅地方，仲見到另一條橋可以過㗎。哇！直頭好似個瀑布嗰個速度，水流好急啊！亦都係因為咁樣呢，呢度比較清涼一啲，但係其實今日都幾凍嘅。沿岸嗰啲屋好古色古香。呢啲咁嘅屋咧，即係只可以喺京都先見到。我諗應該唔止淨係京都見到嘅，我孤陋寡聞啦嚇。但係你要睇到呢啲咁有歷史味道嘅建築物，咁你都係要嚟京都呢一度。我哋係時候出發去平等院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平等院呢個地方呢？佢個名聲就好似俾金閣寺、銀閣寺、清水寺、伏見稻荷，甚至佢身處宇治最出名嘅抹茶覆蓋咗，但係都係絕對值得一去嘅地方。好，各位，呢度就係平等院啦，我哋入去睇下有幾平等先。根據資料，平等院屬於日本早期木構建築，據信係古代日本人對西方極樂世界嘅極致具體實現。呢間寺院佔地達到全個宇治市嘅一半，並引入咗宇治村水，喺1053年興建。喺水池之西建造咗阿彌陀堂，水池之東就建構象徵今世嘅拜殿，視為淨土庭園。佢嘅規格更加成為日後日式庭園嘅參考指標。而呢個阿彌陀堂，因為造型好似一隻想振翅高飛嘅禽鳥，而且喺頂端更加有兩隻金銅鳳凰像，於是喺江戶時期改名叫做鳳凰堂。喺1995年更加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，好犀利噃！徹夜的心跳，默默去演出了寂寥，卻沒有下文仿照。晝夜只得我獨自去蜷縮在入面。我哋一齊嚟睇睇鳳凰堂上邊嗰兩隻鳳凰啊！其實日本1萬 N 銀紙背面嘅圖案就係鳳凰堂屋頂上面嘅鳳凰啦，而10 N 硬幣上面都出現咗鳳凰堂嘅正面㗎。再沒有情可追，但在想放手追尋，探險森林，陶瓷為在放生，留下傷口還是廝守，誰願意作出深究，原定今生還冇時間去品嚐抹茶，食杯地道嘅抹茶雪糕還下心願啦。Hello，呢度又係四代目谷村啊！今次嚟京都呢一間應該係第2次嚟啦。咁啊，呢度咧就有一啲叫做私人嘅套房。
所以咧拍嘢就唔會咁擔心啦。咁啊，上次都好似講過呢個三色啦，咁今次就唔講咁多，俾大家睇下就算啦。京都嘅四代木谷村一樣有織物、麵豉湯、鰻魚飯，一樣可以三食。詳情請睇翻大阪 hea 遊 vlog 啦。大家好，而家咧我嚟到西本願寺前面，主要係探一棵好大嘅銀杏樹。咁大家前面見到有個好黃嘅地方，就係好大嘅銀杏樹。但係咧今日嘅目的都唔係睇呢棵，呢棵未算話夠大，望下先。好啦，而家我需要揾個入口。好，揾到呢個入口啦。哇！一入嚟有棵好大嘅、好橫嘅銀杏樹，俾大家睇下。而家都仲係遮住咗，應該係呢棵啦。嗱，大家望望，其實係一個樹徑㗎。我諗遲啲嚟，可能啲葉都落晒，一成地都係落葉啦。好，試下唔同角度去睇下先。一棵銀杏樹，唔講以為好多棵添。咁喺我身後咧有一棵都好大嘅銀杏樹。就頭先咧行過嚟，見到個棵突咗出嚟嗰棵啦。能夠睇到銀杏樹嘅時間咧係好少嘅啫。咁所以咧今次都係好珍貴嘅經歷。大家睇唔睇到前邊呢一棵好濃密嘅銀杏樹？佢而家都仲未係黃透啊！大家可以想象，如果佢黃透嘅時候有幾犀利。伤口来面对，要勇气，到最後衝破這道的痛苦盡頭。喺京都河原町站步行2分鐘，你就見到好多以數字或者花花做 pattern 嘅製成品。呢度就係 SOZO 一條街。其實 SOZO 係一個嚟自京都嘅紡織品設計品牌，以創造新日本文化為概念，採用傳統嘅素材同埋技巧，致力開發適合現代生活形態嘅產品。產品種類好多㗎，有分子鞋襪啦、日式嘅服飾啦、和果子、家具等等嘅。SOZO 最標誌性嘅係用伊勢木棉，呢種有250多年歷史嘅傳統布料，製成極具特色嘅物品。呢度總共有10間定11間 SOZO 系列嘅店鋪，售賣緊伊勢木棉製成嘅兒童飾品啊、布袋啊咁啦。呢度亦都有以磅稱嘅方式販賣伊勢木棉嘅布材，你可以買嚟製作自己獨有嘅原創作品㗎。其實 SOZO 一條街咁有仿古京都嘅氛圍，打卡啱晒啦！好多 Human Made 嘅店鋪都選擇開喺嗰啲有傳統特色嘅地方，例如香港嘅就開咗喺淺水灣啦。至於京都嘅 Human Made，唔使講，睇下個門面就知，又係活化咗舊日嘅建築物啦。而呢間裏邊仲有 cafe 添。熱
心澎湃，不需等待，即使忘了要